the accolad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lub. You could debate it maybe when Manchester United were on 20 titles, and obviously Liverpool do have more European cups, but once Liverpool get level with Manchester United, the painful thing to say is that unfortunately the debate is over for a period until Manchester United become successful again and win leagues. The idea that Liverpool, which is obviously a great football club and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club and will be after today in English football. 2024年5月19號，大家帶住對未來嘅不安，喺晏菲路球場送別球會歷史其中一位最重要嘅人物。2025年5月24號，歡樂慶祝呢個成功嘅球季，追平紅魔鬼奪冠次數，重新坐上王座，迎嚟佢哋第20個嘅聯賽冠軍。從功敗垂成、遺憾告終嘅失望到一季之後，以大幅領先嘅優勢封王，史洛成為第4位地標球季奪冠嘅教練。到底紅軍係點樣做到？今日可能我哋就回顧一下利物浦今季成功嘅秘密啦。大家好，我係 Ryan。假如要去探索利物浦今季成功嘅秘密，當然首先我哋要知道之前未成功嘅原因啦。如果係咁，我哋可能就要翻到去23-24球季啦。一切應該從幾時開始講呢？我諗大概從上年嘅1月26號左右啦。喺嗰日，著名嘅搖滾樂手 Jürgen Klopp 宣布佢喺利物浦9年嘅駐場表演將會喺6月迎嚟謝幕。而喺呢位德國人嘅最後出征之旅中，大家都期望住紅軍能夠用冠軍為呢個令利物浦人醉生夢死嘅演出畫上休止符。可惜搖滾樂到最後都係燃燒唔到佢最後嘅高潮。足總杯、歐霸杯8強出局，聯賽排喺第3名，只係得返一個小小嘅聯賽杯，未能夠完美咁樣告別係一個遺憾。但喺送別嘅當日，可能利物浦人更多恐懼嘅係，到底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好似高普一樣擁有人格魅力同埋激情嘅人去接班利物浦呢？所有人都會對未知感到恐懼，尤其是當你經歷過26年嘅等待，然後先換嚟9年嘅美好歷程。話唔怕？冇可能啦！只係若果因為懼怕而就唔去迎接未來的話，咁嘅話只會有更多嘅26年。掌握實際情況，然後考慮下一步，呢個就係管理層應該要做嘅責任。而利物浦高層亦都非常清楚呢一點。高普給予時間準備，唔係俾你用嚟傷春悲秋。高普嘅出現本來就係一個奇蹟，從落難豪門到經歷攀登之後翻到去一線，高普創造嘅利物浦就好似一個童話一樣，只係童話冇可能經常存活於世上，再撞中嘅機率實在太低啦。所以管理層亦都好清楚，佢哋要揾嘅並唔係另一個高普，而係利物浦嘅新任教練。而且佢哋相信高普帶領嘅利物浦仲有提升嘅空間。佢哋要做嘅係沿住地基再進一步，而管理層選擇嘅就係將一切訴諸科學同埋數據。呢個大概就係今季嘅開始啦。今季第一個嘅問題就係，到底邊個去接棒高普呢？呢個問題就同當日要揾 Bob Paisley 一樣，點樣能夠企喺巨人嘅肩膊上面，然後再將球隊建立得更加出色。而好快，利物浦嘅高層亦都意識到，佢哋需要嘅係一位具備獨特足球哲學、充滿活力、精力充沛，並且以控球為主嘅教練。而點解控球為主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呢？我哋跟住落嚟會再傾嘅。但依家首先翻到去選擇教練嘅呢個部分先。基於呢個基礎，然後佢哋得出嚟嘅篩選條件就包括高層會環顧候選人嘅球隊表現、個人球員發展同埋球員嘅兼容性，而佢哋第一個得出嚟嘅人選無出其右就係沙比亞朗素。不過呢位前紅軍一早就已經表明佢更加想留喺藥廠當中，於是球隊只能夠轉移目標。而當時佢哋嘅策略大概就係從20個人當中憑住面試去逐一篩選。伊拉奧拿、迪西比、阿莫廉、史巴列提、拿高士文呢啲名帥都曾經係考慮嘅人選，不過佢哋喺唔同條件入面都未能夠達到要求，唯獨一個人佢非常之高分，但偏偏佢唔係呢一堆人入面最有名氣嘅。
而更加有趣嘅係呢一個名其實喺利物浦內部經常被提及，但同時喺球迷之間可能冇乜人認識嘅名字。佢個名叫做 Arne Slot。會經常提到嘅原因係因為呢位荷蘭教練同高普嘅助教阿 Pep 非常之熟稔，而呢位教練不時喺同高層討論嘅時候都會講到史諾喺飛燕諾出色嘅工作，但同時佢唔起眼嘅地方，局限佢成為紅軍教練嘅地方就在於佢似乎都冇乜點攞過冠軍，只係偏偏從數據睇起上嚟，史諾過去3季喺飛燕諾嘅評級中，無論喺任何分數上面都係頂級中嘅頂級。而史諾嘅進攻足球嘅特點係咩呢？令人興奮、激烈、高壓。呢3點已經足夠佢去繼承高普嘅足球戰術，而且佢以控球為主嘅戰術亦都適合管理層希望以控球為基礎嘅改革特點。更加重要嘅係佢可以同飛燕諾球迷聯繫起嚟，而喺再細閱史諾嘅履歷嘅時候，佢哋亦都慢慢意識到，重點其實係在於做出正確嘅選擇，而唔一定係一個最受歡迎選擇。於是乎，佢哋選擇相信數據同埋資料，而唔係名氣。4月中決定去接觸史諾作面試，而當時呢位光頭教頭其實都感覺好意外，並且非常之好奇咁樣詢問原因。而 Michael Edwards 同埋 Richard Hughes 亦都有備而嚟，攞出數據同埋資料去說服呢位荷蘭教練就係最適合嘅人選。具備誠意嘅準備令到討論都相當之迅速，結果亦都就係喺高普嘅利物浦告別戰中留下咗引子，出現咗呢一幕啦。I heard the song today a few times, and I you can do that. I have no problem with that. Let's see how the response will b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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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A very good team to work with, but implementing a playing style that is going to be similar but a bit different as well, that will lead to a lot of enthusiasm by the fans, and if that's going to be a good cooperation, the two of them, then hopefully it will lead to special things. 好嘅支援同教練嘅戰術對於球隊嘅發揮重要性係一樣㗎。若果唔能夠為球員提供最好嘅環境，咁佢哋都唔會有最好嘅狀態。球員嘅工作其實有 90% 都係喺訓練場同埋更衣室入邊。若果訓練場同埋更衣室嘅氣氛都唔好，根本球隊係冇可能發揮得好。而高普所營造出嚟嘅環境絕對係頂級。甚至乎有一啲過於吹毛求疵，而隨住史諾上任之後審視過所有問題，佢得出嚟嘅結論就係 less is more。喺而家呢個世代，球員同教練互相交流，放低一啲權威，聆聽一下意見，其實似乎係有必要㗎。冇必要去大幅度改革，需要做嘅就係去將工作分配出去，職位從 manager 變成咗 head coach， 呢個就係史諾上任之後嘅取態。佢並唔係要去建立球會，所以佢要做嘅係去繼承同埋改良。而喺同高普對話之後，得知球隊內部更衣室嘅情況，佢亦都決定保留以阿路、雲迪克、沙拿、羅伯臣、艾利臣等人為首嘅領導小組，等球員自己去管理更衣室。佢喺上任之後，亦都廢除咗比賽前一晚集宿嘅習慣，去俾球員有更多嘅時間去同家人相處，減低繃緊嘅情緒，並且擁有更好嘅休息。同時喺暑假球員歸隊之前，其實新任嘅領隊好多時候都會希望快啲同球員見面，但係考慮到球員實際嘅情況，結果佢都係選擇去俾球員再多休息多1個禮拜。喺訓練中心入口設立咖啡室，每日9點半準時要求球員翻嚟一齊食早餐。對比起高普嗰種揸乾你，然後壓迫出最後嘅力量，佢清楚球員嘅鬥心同埋踢法已經入血，所以佢要做嘅就係將過去幾年繃緊嘅球員放鬆，營造出友愛同埋團結。但同時佢亦都擁有對自己嘅堅持，佢都係有自己嘅道路要去走。由於佢嘅父母都係老師，而作為佢哋嘅小朋友，佢亦都能夠做到活學活用。正如啱啱所講，由於上年夏天嘅歐洲國家杯季前賽球員其實係需要延遲歸隊㗎，而喺英超呢個1分都唔可以失嘅考試，臨急抱佛腳基本上係冇可能。訓練時間有限，唯有做思想上面嘅訓練。佢要改變嘅係球員嘅諗法同埋習慣。史諾同高普最大嘅分別可能就係在於史
史諾更加重視個人而唔係團隊，無論係訓練抑或比賽之後，佢都會安排更多嘅團隊同埋個人會議，去俾球員更加清楚自己嘅戰術哲學，從細節中調整球員唔同嘅範疇。而當中亞歷山大亞奴就非常之享受個人訓練中嘅指導，雲迪克亦都對於自己被安排到更多進攻責任感到滿意。但同時唔能夠否認嘅係，史諾始終唔係一個大賽經驗豐富嘅教練，於是乎佢亦都從每一次嘅交談當中更加清楚球員對於戰術角色嘅回饋，從而喺當中嘅對話中學習同埋攝取更多去取得改善。就正如季初見面嘅時候，史諾本來希望沙拿今季負責更多嘅防務工作，只係沙拿都唔轉彎抹角，顧左右而言他，直接咁樣向呢位新教練表示：你可以要求我靠近禁區入面，咁樣嘅話我嘅數據會完全唔同。當我有機會喺前場冒險嘅時候，我就能夠改變比賽。而史諾亦都聽取咗埃及人嘅意見，基本上呢點就已經成功攞到沙拿嘅信任。佢本來嘅足球哲學亦都大受球員歡迎。道理大概就好似你聽得多搖滾樂，有時候你都會想聽下 country song 啦。學院嘅青訓居迪斯宗師艾利諾都表示，史諾嘅踢法更加貼近佢哋學院中時學到嘅嘢，適應而唔係改變框架。呢個同時亦都適用於轉會政策上面。利物浦轉會費手緊並唔係一日嘅事。上年史諾本身就係想要一個進攻球員同埋防中，但史諾同埋管理層亦都有一個好好嘅共識，佢哋唔想去亂咁買球員充數。於是乎喺購入蘇比文迪失敗之後，史諾亦都決定發掘隊內球員嘅潛能。喺上年俾高普放咗喺8號位，但冇得到太多機會嘅加分比，成為咗史諾改變嘅第一粒棋子。同樣來自荷蘭嘅佢依稀記得對方喺青年軍時期曾經喺亞積士出任過防守中場，於是決定俾佢去嘗試一下。結果今季出嚟嘅效果大家都有目共睹啊！而今年基本上佢只係平平地咁樣買入咗基艾沙，就係用翻原本嘅班底去衝冠。所以我亦都明白好多人話利物浦成功嘅原因係因為佢哋食緊高普嘅遺產。我認為呢點係冇講錯㗎。不過毫無疑問地，史諾喺加工上面能夠保持住原汁原味，又能夠增加層次，呢點亦都功不可沒。而基本上球隊亦都慢慢調整到史諾心目中嘅模樣啦。控制好球隊，為球隊減壓，呢個並唔單止係管理上面要實踐得到，翻到球場上面佢仍然要貫徹呢個方向。你唔好寄望我好似高普一樣對住觀眾席揮出升龍拳啦。呢句說話係嚟自喺第一場比賽打敗咗葉士域治之後嘅訪問所講嘅，或者呢個亦都係中學畢業典禮俾校長挖苦嘅高普同出生喺書香世家嘅史諾嘅分別啦。呢兩個人嘅性格可能真係有啲南轅北轍，但並唔阻礙兩個人互相欣賞。搖滾樂足球係高普嘅宗教，每次出場着起利物浦嘅波衫，佢嘅目標都係希望球員能夠為球迷帶嚟淋漓盡致嘅快感。而要實現到呢一樣嘢，首先注定嘅就係要球隊擁有無窮嘅力量。呢個亦都係高普點解經常強調 intensity 同埋 mentality monster 嘅原因。但過分嘅投入，有時就係過去利物浦問題嘅所在。高普嘅問題從來都唔會喺季初浮現，而係往往去到季尾嘅時候出現一啲傷兵問題，或者因為消耗未能夠保持速率同埋強度，令到球隊表現下降。所以從管理層開始揾教練接手嘅時候，先會有咗以控球為主呢個篩選條件。而喺季前賽第一場友誼賽之後，佢亦都已經不斷咁樣強調控制比賽，唔好俾對手有機會反擊。我希望呢個成為球隊今季嘅風格。史諾亦都係喺呢個戰術嘅大框架上面迎合每個球員對於位置嘅感覺。正如啱啱所講嘅，沙拿唔希望過多嘅回防，然後可能又要用上加分俾佢客串中場啊嘛。咁點解唔直接將主要嘅陣式從4-3-3變成4-2-3-1，去俾拋動能力更強嘅麥亞利士打幫手分擔防守同埋組織嘅工作，更好咁樣去控制後場出球嘅能力。而且當整個陣式改變嘅時候，呢個舉動亦都能夠勉強到阿勞內修中路派牌嘅次數，等佢重新專注喺右閘呢個位置，專心防守沙拿身後嘅空間。同時咁亦都能夠令到雲迪克被賦予更多嘅進攻責任。而正
正係因為佢出色嘅閱讀球賽能力，令佢能夠輕易揾到破壁搶傳球嘅路線，咁亦都令到今年雲迪克同埋加芬比同鄉之間嘅聯繫做出咗一個好好嘅中路組織示範，而轉變成為4-2-3-1之後，攻壓逼時改為4-2-4，亦都能夠更好咁樣利用蘇布斯利或者中斯嘅侵略性同埋反搶能力。但同時另一個重點可能係因為佢哋今年所面對嘅壓力遠遠比起過去更加之少。從季初開始，其實大家都冇將利物浦再視作冠軍球隊競爭者一樣，大家都覺得係阿仙奴同埋曼城之爭，利物浦能夠保住前4已經唔錯，而亦都正正係冇咗過去嘅呢啲包袱底下，斯洛喺季初能夠果斷咁樣解決到面前嘅問題，就好似第一仗面對葉士域治嘅時候，當佢利用昆沙同埋雲迪克搭檔中堅，然後發現昆沙能夠有效咁樣應對對方嘅1對1，佢喺下半場就已經果斷咁樣抽起英格蘭嘅小將，重新換入岡拿迪，結果奠定咗今季正選嘅中堅拍檔。同時比賽嘅入球時間亦都反映咗今季嘅少少端倪。利物浦今季無論喺入波定係失波之後，佢哋調節嘅反應速度都快得驚人。以今季嘅第一場雙紅會為例，利物浦上半場用7分鐘已經取下2球，奠定咗佢哋征服奧脱福嘅基礎。而呢個並唔係個別事件嚟㗎，其實佢哋今季仲出現過13次呢個類似嘅情況。對葉士域治5分鐘2球，對修咸頓3分鐘2球，對韋斯咸14分鐘3球。而更加可怕嘅係佢哋失波之後嘅反應。今季失波之後，佢哋10分鐘攻入咗12個入波，對比起過去往往都要靠住最後時刻戲劇性反勝先能夠獲勝，呢種馬上嘅反擊亦都更加有效率。今年冇任何一支球隊嘅勝率能夠比起利物浦維持得更加之耐，而早早去將對方擊潰，似乎亦都對於保留體力上面更加有效。至於今季利物浦攻無不克嘅原因，一切都要有賴前線球員勤力嘅走動提供嘅係咩？多元化嘅選擇，對比起4-3-3、4-2-3-1陣式底下，進攻中場殺入禁區嘅頻率亦都變得更加之多。而喺禁區有2點去擾攘底下，兩邊嘅翼鋒亦都能夠繼續留守喺尾處等待，造成人數優勢。結果今年其實你不時見到傳中嘅時候，往往都係沙拿為比加普或者迪亞斯嘅雙翼齊飛。12月對曼城嘅時候嘅比賽入波就係好好嘅例子。呢個進攻套路亦都彷彿好似19到20年羅伯臣同埋阿盧嘅雙閘齊飛一樣，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但能夠做到咁高嘅效率，一切其實都係建基於佢哋對於把握進攻時間嘅準確。反擊仍然係佢哋最大嘅武器，只係如果一直都係去反擊的話，只會令到威力減低。球員喺90分鐘每一次嘅衝刺都係消耗，與其做得多，倒不如做得準。對比起上季佢哋嘅反擊次數，其實大概每場少咗3次咁多，偏偏今年佢哋能夠用更少嘅反擊次數去攞到更多嘅入球。今季反擊佢哋嘅預期入球數達到0.31，呢個係自從18-19年之後最高嘅水平，證明咗佢哋唔止快，仲有準。而能夠變得咁有威脅嘅原因，無非係因為沙拿反擊擔演嘅角色，從過去可能要幫手推進，而家變成咗只係需要集中喺進攻3區度做助攻或者埋門，唔需要回防睇下佢嘅體力，亦都能夠更好咁樣分配，喺適當嘅時間利用呢位老將更加重要。而同時今年新加入嘅數據分析師，亦都能夠喺每次當球隊陷於劣勢嘅時候，喺半場準確咁樣提供到最好嘅畫面，去俾史洛向球員解釋球隊需要點樣去改善。而呢個亦都係點解利物浦往往喺半場出嚟之後就變得脫胎換骨嘅原因。數據資訊性溝通為利物浦嘅表現帶嚟穩定。喺呢個混亂嘅英超球季當中，知識改變命運，幫助佢哋迅速揾到問題。好多人會話今年嘅利物浦係好彩啫，又或者係話佢哋係受益於阿仙奴俾球證迫害，或者曼城傷兵滿營等等，或者呢個係部分原因嚟嘅。但事實上喺一個每年都喺度進步緊嘅英超，能夠喺密集嘅賽程中維持球隊穩定，喺有限嘅資源中憑住幾乎一樣嘅陣容為佢哋重新注入力量，發掘出過去陣容未被發掘嘅潛力。呢個本來就已經唔係一件容易嘅事，而喺啱啱接手就能夠完成呢個任務就更加唔簡單。史洛嘅調整亦都成為咗利物浦奪冠嘅主要原因。所以攤開成季，其實利物浦係咪真係咁順風順水呢？
整季其實球場內外都好，其實佢哋都遇上過唔同嘅麻煩。沙拿、雲迪克、阿魯嘅續約問題，歐聯力戰巴黎主場12碼遺憾出局，然後仲要迎嚟咗聯賽杯決賽輸俾紐卡素嘅2連敗。喺呢段期間之後，其實仲出現過輸俾富咸嘅比賽，一切都令人難免諗起 Klopp 嘅影子。但同其他球隊或者同上季唔同嘅事係，球場上面佢哋用最快嘅速度反彈，球場外面佢哋都能夠做到，盡量用最少嘅步驟去調整同埋解決問題。而喺唔同階段嘅關鍵大戰當中，佢哋都能夠喺不利嘅情況下穩住局面。面對季初氣勢如虹嘅車路士，喺對方主導形勢底下攞到3分，作客酋長球場都能夠全身而退。對住賓福特，最後時刻紐尼斯扭轉局勢，成功拉開榜首嘅優勢，一切都係有賴於一直以嚟利物浦嘅傳統同埋血性。斯洛只不過係盡量去令到呢條路好行一啲，但喺到緊要關頭嘅時候，利物浦球員嘅勇氣先係關鍵。利物浦同埋斯洛都喺度互相進步當中。啱啱整段都喺度講緊斯洛用冷靜去控制利物浦，但其實一直鎮定嘅斯洛對住愛華頓最後時刻被逼和嘅時候，都試過同球證爭辯到攞紅牌。激情同埋冷靜嘅融合，維持住高普遺留落嚟嘅標準，幫助到佢哋攞到同球場一樣嘅結果。喺11月對白禮頓反勝，登上咗英超榜首之後就冇再退過落嚟。大比分拋離底下，對手亦都只能夠提早投降。假如要用2個字去總括利物浦今季能夠贏得聯賽嘅秘密嘅話，可能就係穩定。而呢個亦都就係史諾為利物浦施下嘅魔法啦。同時施下魔法之前，當然都要多謝高普嘅祝福。雖然佢已經離開咗球會，但佢嘅痕跡仍然無處不在。甚至乎史諾都曾經講過，其實今年球隊冇乜做過訓練反擊嘅練習，但係球員已經能夠自動自覺咁樣知道應該點樣走。可見德國人彷彿從來冇離開過一樣。而最後佢因為自知自己已經缺乏精力，唔能夠再擔任利物浦教練之後離開球隊，亦都係為球隊下咗一個正確嘅決定。德國人1年前嘅咆哮，過咗1年封王之後，佢得到咗荷蘭人嘅回音。2025年5月26號，今次唔再好似2020年一樣係一個空蕩蕩嘅球場。35年零24日，晏菲路全場滿座，利物浦嘅球員喺高普嘅見證底下，重新追平曼聯，攞到第20次嘅聯賽冠軍，令佢哋能夠重新翻到去王座之上。高層喺選擇教練上面賭啱咗，沙拿亦都證明咗冇文尼同埋高普，佢都能夠獨當一面，擔起大旗，創造47個入波，打破英超轉成38場之後最多參與入球紀錄。未知嘅未來有時候當然可怕啦，但係既然冇辦法掌握時間，咁嘅話倒不如學識擁抱未來。有新人嚟，自然有人走，呢個亦都就係足球嘅循環。而今年季後佢哋要歡送嘅就係亞歷山大阿勞啦。但或者正係因為有咗呢啲流動，挑戰先會變得刺激起嚟。復仇深切嘅阿仙奴下年將會再次挑戰王座，當然唔能夠睇小嘅仲有曼城啦。喺經歷過呢季嘅失敗之後，佢哋一定會喺重組之後捲土重來，而其他英超球隊進步嘅幅度都唔能夠睇小。全新嘅挑戰好快就會嚟到，但依家享受咗當下先啦。睇結束之前，可能要講聲對唔住。又知道呢集可能能夠峰回路轉嘅，不過鬼叫你哋贏得咁輕鬆咩？下年贏多幾場史詩式嘅勝利，繼續俾我去做下一集咯。再一次恭喜利物浦奪得2025年英超冠軍。最後希望啱啱參與利物浦巴士巡遊因為意外受傷嘅傷者盡快康復。今日先講到呢度，如果中意呢段片嘅話，可以片面支持一下，唔係都希望你 like、share、comment、訂閱我嘅 YouTube。我係 Ryan，下次見。